喺我哋祈禱之前，讓我哋先一齊思想神嘅話語，然後再同心禱告。有時候神嘅道路對我哋嚟講一啲都唔容易明白嘅，呢個會俾人覺得好沮喪。我哋可能為咗某件事祈禱，期待得到特定嘅答案，但係最終只係有沉默，甚至乎更差嘅係，可能我哋失去咗原本以為必須擁有嘅嘢。嗰一刻，我哋會覺得神冇聽我哋嘅禱告，甚至乎會覺得佢忽略咗我哋。但係事實上，佢個智慧遠遠超越我哋所能看見嘅。當我哋只係睇到局部嘅時候，佢就知道全貌。有時候，神回應我哋嘅禱告嘅方式，唔係俾我哋一啲嘢，而係拎走一啲嘢。呢個係非常之痛，甚至乎會讓人覺得迷失、困惑。你可能會疑惑，點解神允許呢一切發生？明明我只係想要平安、愛或者穩定。但係當你退後一步，你可能會發現呢啲睇落失去嘅嘢，其實係神喺度保護你；一啲睇落係結束嘅嘢，其實係新嘅開始。可能係你信任嘅人離開咗你生命，可能一啲你心愛嘅朋友慢慢疏遠你。嗰份失落嘅痛係真實嘅，你甚至懷疑自己係咪做錯咗啲乜嘢。但係隨住時間過去，你開始有咗唔同嘅睇見。可能嗰啲關係並唔係你想象中咁健康，可能佢哋正喺度拉你入一啲紛爭，帶你遠離平安，甚至會影響你嘅靈魂。呢啲嘅感覺好似被遺棄，但係其實係神拎走一啲嘅攔阻，令到你邁向更好嘅未來。可能你失去咗一段以為永遠能夠保持嘅感情，一份你珍惜而且竭力守住愛情突然破碎，嗰種感覺就好似心碎，好似一個深深無法痊愈嘅傷口，喺你腦海中不斷重複回播，質疑點解神冇出手去修復佢。但係隨住時間流逝，你發現自己變得輕散咗，嗰啲壓力、焦慮、疑惑漸漸唔再纏繞你。然後你突然間會諗起自己曾經向神禱告過，渴望喜樂、平安同埋真實嘅愛。當時你唔明白，神嘅答案唔係修復破碎，而係拎走去，令到神將更美好嘅嘢賜俾你。有時候呢啲失去唔係關於人，而係關於機會。可能有一份工作、一個夢想、一個你努力咗好耐嘅職位，你禱告過、相信過，亦都盡力而為。但係最後一刻，個熱門突然間關上，嗰種失落好沉重。你唔明白點解神要俾你走到呢一步，但係又拎走佢。但係當你睇返轉頭，你漸漸會明白，嗰份工作會消耗你，會俾你遠離真正重要嘅嘢，又或者嗰個夢想會限制你，而神為你預備嘅係更大更美嘅計劃。你以為係錯失嘅機會，其實神喺度帶領你進入遠超過你夢想嘅祝福。喺痛苦當中，我哋好難睇到一切，失落會蒙蔽視線，令我哋無法認清楚神嘅作為。當時間過去，你再翻轉頭，你會發現佢嘅指紋遍佈你嘅一生。佢並唔係懲罰你，而係保護你。佢並唔係忽略你嘅禱告，而係用更有智慧、更美善嘅方式嚟到回應你。神對你嘅生命發生嘅一切，從來都唔覺得意外。神看見起初，亦都看見結局。佢知道邊啲困境會拖垮你，邊啲道路會帶你偏離真正嘅使命。以賽亞書第55章第8節提醒我哋：耶和華說，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，
你們的道路也非同我的道路。有時候失去係成長嘅必要，就好似園丁喺度修葺樹木，令到嗰株樹木能夠結出更加多嘅果子一樣。有時候神一定要拎走生命中唔合宜嘅嘢，好讓你真正嘅興旺。如果神允許某啲嘢被奪去，咁係因為佢有更大嘅計劃。若果佢關上一道門，咁就係神正係帶領你走向更加美好嘅地方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盲點，冇察覺某啲嘢正喺度傷害我哋，但係因為神愛我哋，佢會介入，佢會拎走嗰啲唔好嘅，即使我哋當下睇唔到，神亦都會用更美嘅東西去取代。神嘅愛係相當之深，以至於神容許短暫嘅痛苦嚟到保護我哋免受長遠嘅傷害。所以如果你正處於失落或者失望，請你振作，呢個可能唔係一個結局，而係神重新嘅安排，又或者係神正係為你預備更好嘅，睇落係挫敗，但係其實係成就更大嘅祝福。神可能唔會俾你照住我哋所期待嘅方式回應禱告，但係神一定會俾我哋真正所需要嘅。總有一天，當你回首嘅時候，你會發現每一次嘅失去，每一道門嘅關上，每一個未有回應嘅禱告，其實都係出自神嘅愛，出自嗰位深知你、愛你，而且帶你走入超乎你想象美好計劃嘅神。因此，即使喺痛苦入邊，你仍然要信靠神，相信佢仍然為你動工，仍然喺度引導，仍然緊緊咁樣將你抱喺佢嘅手入邊。而家就等我哋嚟同心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嘅智慧、你嘅愛同埋你嘅信實。即使當下我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，我仍然相信你正喺度為我成就一切。你嘅道路高過我嘅道路，你嘅眼光比我更加遠大，你對我嘅愛比我能理解嘅更加深厚。所以即使喺困惑嘅時刻，即使當下我對未來覺得唔確定，我仍然信靠你。主啊，我要將每一位尋求你嘅心，每一位需要你觸摸嘅靈魂交到你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垂聽我哋，以慈愛嘅眼光看顧我哋。對於嗰啲感到疲累、沉重、迷失嘅人，願你就喺佢哋之中同佢哋相遇。神，你睇到佢哋嘅痛苦，睇到佢哋嘅信心，亦都聽見佢哋心中無聲嘅呼喊。求你就俾佢哋深深感受到你嘅同在，而且提醒佢哋冇被遺忘，而係神你聽見佢哋每一個禱告，甚至乎嗰啲包括唔能夠用言語表達出嚟嘅。耶穌，你睇到我哋外表以下嘅真實，你睇穿我哋所戴嘅面具，以及我哋所講嘅說話。你看見我哋嗰啲隱藏嘅掙扎、隱藏嘅眼淚，同我哋試住獨自承擔嘅重擔，因為你完全看見我哋，所以我哋知道我哋從來唔孤單，我哋唔需要假裝，唔需要表演，我哋可以照着真實嘅自己嚟到你面前，而你嘅愛必然會接納我。我為嗰啲面對失望、經歷喪失或者唔確定中掙扎嘅人禱告。主啊，求你堅固佢哋，安慰佢哋，提醒佢哋你仍然係掌權，冇任何嘅事能夠超越你嘅計劃，幫助佢哋明白一啲睇嚟嘅挫折，可能喺你入邊係更大嘅祝福做預備。嗰啲睇落係未受應許嘅禱告，可能係你嘅保護，睇落去係延遲嘅，係神你為佢哋預備更好嘅將來。聖靈啊，求你引導我哋進入真理，
令到我哋紮根於你嘅話語，因為你嘅話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當世界黑暗，當疑惑想奪走我哋嘅心嘅時候，提醒我哋你嘅真理係永遠唔改變。今日我哋唔係軟弱，亦都唔係無能為力，我哋係至高神嘅兒女。今日我相信信心勝過恐懼，選擇信靠勝過懷疑，選擇平安勝過憂慮，選擇降服勝過掙扎。你嘅話喺箴言第4章第23節提醒我哋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主啊，幫助我保護自己嘅心，令我遠離分心、試探，以及一切會令我遠離你嘅事。幫助我辨認出嗰啲對我不利，而且賜俾我力量離開佢。求你保守我嘅心，敏銳於你嘅聲音，而且渴慕跟隨你嘅引導。耶穌，我將我計劃、夢想同埋渴望都降服於你。我唔願意只係為自己而活，而係為你而活。求你賜俾我一顆真實尋求你嘅心，令我心中渴慕公義，渴慕你嘅道，令我生命成為你嘅愛同埋恩典嘅反映。你嘅說話喺加拉太書第2章第20節話：我已經與耶穌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。主啊，希望呢啲說話喺我生命中成為真實，令我思想、行為、言語都能夠彰顯你。主啊，求你潔淨我，除去我裏面一切不討你喜悅嘅驕傲、嫉妒、苦毒，以及一切攔阻我前行嘅事，打破一切嘅捆綁，令我行走喺自由當中，賜我渴望嘅善良、純潔、聖潔嘅事，幫助我將心思專注喺天上嘅事，而唔係呢個世界上過去嘅事。你嘅話語喺以弗所書第4章第24節提醒我哋，並且穿上新人，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。主啊，求你更新我，以公義為衣，轉化我嘅心思意念，令我能夠彰顯你嘅良善。唔好俾我效法一個世界，卻要我藉着心思更新而變化，願我嘅心渴慕與你同在。神啊，你係我嘅避難所，我嘅安全之地，我嘅盼望都在於你。耶穌，你係我嘅保護者，我嘅供應者，係風暴中嘅避難所。當我站立喺你話語嘅基礎上邊，冇嘢能夠擊倒我。當我安息喺你嘅同在裏邊，就冇任何懼怕可以轄制我。主啊，用你嘅平安圍繞我，令到我藏身喺你翅膀底下。我禱告，無論我興起或者安歇，無論我工作或者等候，願你永遠都係我生命中嘅首位，讓我一生都獻俾你，蒙你悅納。主啊，感謝你垂聽我嘅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一段禱告能夠觸動你嘅心，請你喺留言中寫下阿門，作為信心嘅回應。我希望呢一個禱告入邊每個祝福都能夠臨到你身上。願我哋耶穌基督嘅恩惠同埋平安常與你同在。Amen。